大家好，大家好。今日同大家傾幾個問題。第一就係9月3號，中共要喺北京進行呢個反法西斯勝利80週年，舉行呢個九三閱兵。但係呢，我哋要睇到呢個習近平，即使係閱兵嘅總指揮，但係沒代表佢依然有中共嘅呢個統治權。為乜事呢？我哋可以從歷史上面嘅事實嚟推斷。第一就係佢已經係一個替身，係出現喺全世界面前。真真正正嘅習近平依然昏迷喺301醫院。呢種情況實際上中共已經喺歷史上已經使用過呢種手段。第一次就係毛澤東喺文化大革命時候接見啲紅衛兵，為咗出於對毛澤東嘅安全着想，所以佢哋就使用呢一個替身嚟代表毛澤東去接見來自全國各地嘅呢個紅衛兵。第二個呢，就係冇使到替身，但係佢依然表現俾全世界睇佢係中共嘅領導人，但係實際上佢嘅權利已經受到剝奪。呢個人就係華國鋒。所以中共歷史上面呢種事情嘅例子係好多好多，所以就代表講習近平去參加呢個反法西斯80週年嘅紀念，就一定係繼續嘅有權利。實際上唔係，呢個係我哋要傾嘅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二戰嘅真真正正嘅呢個目的，同而家二戰之後80年嚟世界所受到嘅影響。當年嘅謊言，我哋一定要突破。係乜事呢？因為當時以日本、德國、意大利佢哋結成嘅呢個軸心國嘅目的，就係要消滅共產主義喺全世界嘅影響。佢哋嘅軍事行動都係表明喺呢一條。德國喺歐洲首先係針對呢個共產黨喺德國嘅活動進行圍剿，但問題係啲猶太人你根本分不清佢邊個係共產黨，邊個唔係，所以冇辦法，所以希特勒就把所有嘅猶太人都管起身。當時管仲冇係放到呢個集中營，只係啲共產黨做賴啲非常可以講係垃圾嘅手段，以促動嚟希特勒建立呢個蓋世太保、蓋世太保呢個秘密警察機制去管控，但係都係對於呢種強大嘅全球組織，仲係冇有任何嘅有效嘅呢種，就係講維穩啦。當時嘅維穩，但係冇得已，希特勒就把所有猶太人就送到集中營去甄別。
但係呢，佢裡面就產生呢個冇好嘅後果，就係猶太人嘅共產黨、共產主義者就同猶太資本家結合起嚟，最後產生嚟呢個戰爭，就係對德國乃至呢個反共聯盟嘅失敗。日本係睇見嚟美國係一個潛在嘅共產主義嘅呢種地方，並且最後喺二戰，因為美國抌落去呢個原子彈，抌落去原子彈嘅呢個發明者，而家大家都認識得佢係一個，佢同佢老婆全部都係共產主義者。呢部片都係喺奧斯卡得咗獎，所以我哋翻過嚟睇，實際上當時嘅德國、意大利同日本，佢哋嘅目標性係正確嘅。我哋唔係對希特勒呢種屠殺猶太人嘅呢種手段手法贊成，但係佢嘅目的性係正確嘅，只係方法錯咗。佢攻打法國嘅目的，佢都係為嚟消滅呢個共產主義。佢最後針對當時最大嘅共產主義國家嘅蘇聯，事實證明後面嘅蘇聯共產黨同中共對人類嘅歷史同全世界所產生嘅呢種後果，確實比希特勒佢屠殺猶太人嘅呢個更加大，比日本喺大陸殺害中國人嘅呢種後果更加大。所以有啲時候我哋要對比，所以有句話就係冇對比冇有傷害。我哋要真真正正嘅睇到二戰嘅真正嘅呢個目的係咩嘢，所以更加嘅要睇到呢個因為二戰所產生嘅世界組織係編織嘅好大嘅謊言，特別係聯合國同教科文組織。因此對於二戰嘅定位，我哋要重新要思考，並且我哋仲要識得二戰希特勒並冇有死亡，而係秘密嘅改名，生活喺阿根廷。就係阿根廷嘅新嘅總統上台嘅時候已經解密啦好多呢方面嘅資料，我就喺啲冇再講啦。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識得佢哋嘅文字嘅，就可以去佢哋嘅呢個官方網站都可以睇得到。而在最講嘅一個問題就係核武器嘅問題。核武器嘅問題又引出第二個問題，就係當年以美國為首嘅呢個針對伊拉克嘅呢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嘅呢個問題，實際上裡面有一個好大嘅秘密，就係當時中共就使用咗佢嘅特種部隊，把喺伊拉克嘅佢哋支持嘅呢種軍事項目同相關嘅武器已經轉移，所以喺後面又使用呢個輿論同新聞嚟鬧美國，講你根本冇有揾到呢樣嘢啊！實際上喺美軍要對伊拉克做最後嘅全面嘅攻擊嘅時候，中國通過自己喺美國情報界嘅內線，就已經把相關嘅呢種軍事嘅呢種支持伊拉克薩達姆嘅呢啲嘢，全部都轉移到嚟伊朗，所以伊朗佢嘅核嘅呢個研究實際上都得益於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嘅倒台，中共轉移嚟，並且利用佢喺國際組織嘅話事權，所以冇有人敢最新挖呢個共產黨嘅所做嘅呢個邋遢事，所以最後仲反打一拍，俾美國輿論嚟
講啊，你美國根本就冇揾到呢個咩嘢啊，就把人哋滅開。實際上都係中共係後尾搞鬼。現在我哋再翻到呢個伊朗嘅核設施嘅問題，伊朗從上個世紀嘅70年代到80年代兩次革命，佢哋實際上已經同中共喺呢方面嘅合作係好有歷史啦，所以佢哋已經係有好成熟嘅呢種核研究嘅呢種結果。如果講美國在呢個問題上面再冇警醒，無論你伊朗換啦邊個都要小心，除非講佢真正係民主嘅制度上嚟，不然中共仲係喺呢種事情上面繼續嘅嚟使用呢種中東嘅細兄弟們嚟刺激同攻擊美國，所以美國一定要警醒中共嘅呢種拿打手段。好，今日同大家傾咁多問題，希望大家可以點閱、轉發、開啟小鈴鐺。你有咩意見都可以留低啊，嗱我都可以啊。希望大家有個愉快、輕鬆嘅一日。多謝，拜拜。